我希望自己未來啦可以做一個物理治療師咯，因為我自己身邊都好多嘅長者啦，咁又好似我哋教會活力之家都有好多嘅長者，可能同佢哋就設計一啲動作，可以幫佢哋舒緩可能疼痛啊，可以俾佢哋可以正常咁樣生活咯。我覺得教會如果冇上一代，咁就一定冇可能有下一代咯。我希望自己都可以靠自己可以報答翻佢哋咯。翻教會係一個屋企嘅感覺咯，真係好溫暖咯，好溫馨咯。雖然爸爸走咗啦，但係身邊真係有好多好似爸爸嘅角色咁樣，繼續扶持我咯，繼續同我一齊同行。我覺得天父就好似我爸爸一樣咯。